双号线哈，这个几号了？都是双十一。1号，3号线双号会有，好像是，啥会不知道？以前不是就是很大的方便，就是还有车子，还有那网约车子、顺风车，都有。但是都有不方便的。之前嘛，昨天把车买还知道你也查，别人也查看你。以前是，我还会去这到服务区练习开车的样子。这一件样子。手艺好，细节到位。